今日就嚟介紹下 Nanolith 最受歡迎嘅產品之一 Nanolith 彩色調控智能燈帶。呢款燈帶採用咗 RGBIC 可調和控制技術，佢每米都有60個色彩區域同60個 LED 燈柱，加上可調節嘅白光同動畫場景，等你可以享受高達300個色彩獨立區域同1600萬種色彩嘅視覺盛宴。無論係營造浪漫氣氛，定係點綴節日氣氛，Nanolith 色彩調控智能燈帶都幫到你。值得一提嘅係，呢款燈帶支持 WiFi、藍牙同埋全新嘅 Meta 協議，可以輕鬆連接到唔同嘅智能家居生態系統。你可以通過附帶嘅控制器、Nanolith 應用程序或者智能家居生態系統進行控制。所以你係需要一個同 Meta 兼容到嘅智能家居中樞去配對使用，咁先可以發揮到佢全部功能。Nanolith 彩色調控智能燈帶仲有超強嘅彈性同可裁剪性，可以自由彎曲同修整，咁你想裝佢喺邊都得啦。等 Nanolith 彩色調控智能燈帶成為你屋企智能生活嘅第一步，享受光影交織嘅視覺體驗嗎？